第3集尾流。要下愿，就讲好明，讲观音大师在上，请上弟子地明聪一拜，爱诚心诚意啦。阿嬷有指示。知啦。大汤有够烦，目睭拔金，想着空中的牌匾“自悲普济”，伊感觉怪奇，比迄个字顶头的飞，写敢若老草的飞，袂输要飞起来啊！大汤看对下骹去，踹一条，叽叽叫：“啊！有鬼啦！”囡仔人有耳无喙，食倒位有鬼？阿嬷甲银，你看，伊的面是青色的，头壳遐阁插两支角，目睭花白白，迄毋是鬼是啥？大汤行到倒退后，落喘。迄只鬼喙齿内，紫土土，红，亲像牙工，有够恐怖啦！大汤甲香等互阿嬷，咪去伊尻川被后壁。戆囡仔，自你出世，我就爱你来拜大师爷伯，看过遐济摆啊，佫会惊哦。咱明雄英国的地户名叫大鸟，听讲古早的7月时啊，街啊会翻灵风、大乌阴，迄是鬼王来为非作歹，吞大地方。好佳哉！观音大师慈悲为怀，甲鬼王收起来，大鸟鸡仔才来平静。免惊啦，鬼王即马是来换普渡的头，会甲好兄弟管理甲好势。阿嬷去扫大汤的头，我看伊遐歹面，手头阁摕旗仔，敢若你举锤仔要来甲我讲咧。大汤哪讲哪扭阿嬷的裤头，什么啊？你甲我当作鬼？哎呀，莫扭啦！我的裤吼要互你扭落来啊啦！阿嬷直人裤。我腹肚痛，阿嬷，我要去便所。大汤咻一声，随撞去后殿外口的便所。大汤一人行过罗汉山的时阵，手搁去互好的尾流哭一下。进香的香客拿香炉的香骹擦，放大汤自由去的阿嬷心肝清。观音大师拜好势，阿嬷细心面对庙门拜天公，刷来是后殿的妈祖、神风爷、土地公，好平的配殿服侍开张圣王陈元公，落尾早去对面礼敬开大尊王郑成功。大汤溜放煞，手洗好，哪行哪跳，转来后殿。道路里的人是不止啊多，总有浪芳的情形。日头光斜落来，那亲像好的尾流long深井，光条真清亮。内底的音乐看起来无蓝无呢，煞韵啊扣做伙，扣咧，扣做一块乌影。大汤目睭金看迄块白溜溜的乌影，按后殿深井过水扫入去开张圣王殿，好现的大汤就来对。乌影趴伫咧红架道。大汤行我，乌影随冲悬，甲虎信将军的腹肚起咧。大汤3骹步做2骹步去扶，乌影随跳去另外迄头，虎义将军的帽仔顶踩一支长针，乌影就徛踮针尾。大汤撞过去，乌影阁亮开，2小门丢入去大殿。大汤下过后殿，转来大殿，怪奇的代志就发生啊！规间大师爷庙拢无人，伫大殿含3串门中的内埕，日头光拿水墙大港冲落来，白溜溜的乌影正做扑面，一对耳仔扑出来，4支骹骨寸长佮颠绕，
乌哒哒的尾溜啾啾啾，中口又萌萌，越头看大汤。你是啥物碗糕啊？大汤问。来摇看卖啊！细干那猫有好的吧？汉草袂输好，细粒子干那猫。喂，你是猫也是好？你讲我是猫，我就是猫；你讲我是好，我就是好。你是咧讲啥话啦？莫甲我骗咯！若无，叫阮兜的狗阿不哩甲你咬。啊，我知，你毋是猫嘛毋是好，因为即两种动物拢袂晓讲话。大汤闻到淡薄仔臭破味啊！哈哈，我非鸟非好非动物，毋过我会晓讲话。敢讲你是鸟参好的男伙？伫面向即个世界，我是温顺的鸟啊！在古早的大鸟，我乃威猛的神明。你到底是鸟也是好？我乱去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知影，你就是阮班查某上喜意的 Hello Kitty。伊的头是鸟，哪人会行路会讲话，毋过有耳无喙。对啦，你就是 Hello Kitty。莫伫遐滴个斗菜的 ，Hello Kitty 是母的，我是公的啦。你阁毋讲，我就甲你当做 Kitty 哦。叫我 Hello 较好啦，你敢看袂出来？我是美伫新民岛下骹的虎爷。哦，原来如鸟。Hello 好爷，你来找我创啥？大汤问。我有听到你的梦。哈罗讲。你有听到哦？唉，是啊，我想要离开这个无聊的庄脚，去足远的所在佚佗，坐阮消费车，咻咻咻，听讲夭寿刺激的啦。大汤厝石路流入起来埕，想要去人险是无？哈罗的喙手雄雄翘直直。对，我就是爱人险。敢讲，你会当实现我的愿望？大汤微微啊笑。对阮神明来讲，带世俗人去人险，这才是倒顶年间简简单单。毋过，你着爱甲恁阿嬷拆分离，会惊无？哈罗的好手加甲揪揪揪。哼，规个歇赖，我去互关伫咧阿无庄，无聊到要死。阁有迄个赤白白阿嬷，不是咧骂我，不如去人险。大汤插过，惊啊想起。毋惊后悔？哈罗阁问一解。我啥物拢毋惊，敢若惊无聊。大汤死回。好，这你亲嘴讲的啊！行，来去！哈罗就甲真骹举悬，开喙、小口，吼甲规间庙起震，声音有影大。大汤甲耳孔踢咧，这时才发现大殿的神尊全无去啊！石路顶面刻的迄只石龙，喙嘛闭开，内底的煤火烧甲红光光，无偌久会花去。乌金的火燃落来，暗烁烁的内底面有光，敢若水晶金那啥。Hello，咱是要去倒位？大汤说打打。迄个所在叫大鸟，真刺激哦！哈罗越头印。啥物？你是咧骗三岁囡仔哦？古早民雄就叫打鸟啊！咱毋是要去足远的所在，你甲我骗？大汤反晓。袂烦啦，迄大鸟的门就拍开啊！紧，甲我尾溜落咧，夭寿刺激的人险就要起鼓啊！大汤随甲哈罗的尾溜落条条，
少龙的嘴闭开，甲新人做一气吞落去，袂输四骹撒网，拆食落腹。